关心民办大公司华盈团工有裁员的危机，进前才拄团工欠台电7月份的电钱无纳，可能会互台电改停电。即马搁在团工员工逼消息，讲要甲2100个员工全部死头路，敢若留50个人。华盈公司出面回应，因讲到公司即马当咧研究，会和台电讨论电钱的问题。汤市劳动局嘛讲，也未收到大量死头路的计划书，呼吁华盈一定要守法。 台东集团下骹的中华印光公司，摆是显示器面板摆头砍的大厂，毋过即马外口剩无几个人，经营的危机通人知。进前毋若团讲7月电钱无纳，阁有员工逼讲要裁员裁2100人。员工都没听到过吗？不好意思，我不知道真侪员工对裁员的进度拢无啥啥，桃园市劳工局嘛强调，公司若要一届甲真侪员工拢辞掉，爱提早2个月申请死头路计划书。毋过到今华盈拢也未退步，伊讲2个月内未有动作。毋过团讲华盈毋若7月电钱无纳，得要红断电啊，阁要甲97%的员工辞掉。面对这个争议，华盈出面回应。 措施都还在商讨中，那公司的内部也还没有布达确切的相关资讯，这边还会再跟台电去进行沟通，内部也会针对供电的使用上去做一个限制。对，所以我们公司现在就是不好啊，状况啊，跟大家，但是他目前确实还没有开始这些动作，所以我们就是不断的，当然在关注。 其实华盈毋闹电钱甲裁员的问题，若是要增加工资代偿基金发的速度，嘛有停业的可能。刷落来要安怎行？2000外员工拢等咧看。记者综合报道。